呢有2个颜色，灰色跟深蓝色。然后我这一件灰色尺寸有 S、M、L 3个尺寸。那深蓝色的尺寸呢，只有 S 号的，深蓝色只有 S 号的。这一件他们说卖超级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做这样子。他们的那个 logo， 然后是做镂空手绘的感觉，是融进去的吗？还是胶印？胶印的，微微的胶印，就是你摸起来会有点胶印感。然后这边有一只小熊，很可爱，这一件他们说卖超好。然后还有口袋，这2边是有口袋的，里面内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没有刷毛的哦，非常舒服的内里，非常舒服的那个毛巾布，这款男生也可以穿，对，可以，没问题，因为它蛮大件的。对，然后帽子也非常的挺，这样子，有很挺的感觉。